香港舊年公布第一次發現恐龍化石，引起唔少人對遠古世界產生興趣。有本地學者致力研究古生物化石，探索生物演化過程。研究恐龍嘅文嘉琪呢日去咗發現恐龍化石嘅赤洲考察。呢個島嘅岩石係喺恐龍時代形成。所以呢啲沉積岩咧，一層層做出嚟嘅石咧，就有機會揾到恐龍化石噶啦。喺西貢荔枝莊都有嘅。對面八仙嶺，成個山都係沉積岩嘅。文嘉琪喺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取得古生物學博士學位，10幾年前返香港開展恐龍研究。佢更加研發出雷射熒光成像技術，令化石上肉眼睇唔到嘅軟組織發光，從而研究古生物嘅身體結構同飛行能力演化。嗰啲骨邊啊，可能會有啲保存啲皮啊、啲羽毛啊，好似翼龍啊、蝙蝠啊，佢哋點樣演化飛嘅功能啊？遠古化石同現代人嘅生活可以好近，一啲建築石材入面間中會揾到化石嘅蹤影。就暫時喺沙田站揾到唯一一個谷石嘅化石，嚟自其他地方出產嘅一啲嘅磚啦，咁並唔係香港出產嘅。龍德進早喺2000年開設網站，分享化石資訊。6年前喺旺角開設工作室，擺滿嚟自世界各地嘅化石珍藏，希望俾更多人接觸到化石，俾我哋知道以前有啲咩生物啊。咁我覺得係好似一個時光機咁咯，睇翻以前嘅世界。部分喺赤洲出土嘅恐龍化石，而家喺香港文物探知館展出。專家未來會鑑定恐龍嘅品種，同研究香港同鄰近地方嘅古生態面貌。河源呢個地區啦，距離香港大概200公里度咧，佢最出名就係出呢個嘅恐龍蛋啊，有幾萬隻咁多嘅。咁亦都有啲嘅恐龍化石出土啦。咁其實我哋都會想咧建構香港嘅恐龍故事之餘咧，就係廣東地區啦、大灣區咧，其實有啲嘅恐龍又會唔會有一啲關聯呢？無線電視記者廖天贊報道。